自2024年1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甲上帝相会的所在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出来及记25章第10到40节。上主甲摩西讲：你着吩咐以色列人奉献礼物互我，所有甘心奉献的物，恁拢通收起来。下面是恁通对因收的礼物：金、银、铜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、幼麻、山羊毛，染做红色的羊犅的皮，上顶的皮金合番木，点灯的油，制作通抹的圣油，甲芳香的香料，红玛瑙以及马鑲伫幼发甲兄弟的宝石。恁着为我起一个圣的所在，互我通踮伫因中间。恁着照我指示你的款式去做会幕，制作内面所有的器具。着用金合番木做一个柜，长110公分，宽66公分，悬66公分。你着用纯金包这个柜，内外拢着包，四边着鑲金线。你着铸4个金环，安伫伊的4支骹，这边2个，迄边2个。着用金合番木做2支杠，用金包底。着将杠藏伫约柜边的环里，用来扛柜。这个柜着不时藏伫柜的环里，毋通抽出来。着将我要赏赐你做见证的石板下伫柜的内面。着用纯金做约柜的挂，长110公分，宽66公分。着用金拍2个天使基路伯，安伫挂的双头，一头一个。双头的基路伯着甲挂连做柜底。2个基路伯着面相对，按约柜的挂，膝体悬抓约柜的挂。着将挂安伫柜的顶面，搁将我所要赏赐你的石板下伫柜内。我要伫遐甲你相会，搁要伫约柜顶面的挂2个基路伯中间，对你讲我要命令你传互以色列人所有的事。你着用金合番木做一块桌，长88公分，宽44公分，悬66公分。着用纯金包这块桌，四面鑲金线。对面4个边各做7.5公分宽的圈，圈的周围鑲金线。你着做4个金环，安伫桌仔4支骹的角头顶面。安环的所在着瓦棍环管，通装杠来扛桌。着用金合番木做2支杠，用金包底，通用来扛桌。搁着用纯金做堆香料的盘甲撇仔，以及献奠酒祭要用的壶甲杯。桌顶着有献祭的饼摆伫我的面前。你着用纯金拍一个灯台，灯台的座中条杯
木、花拢连做规座。顶台的双边着伸出6支枝，一边3支，每一支有3个杯，形状亲像杏花，有木有花。顶台的6支条拢是安尼。顶台条有4个杯，形状亲像杏花，有木甲花。着伫3对相连的枝下面，甲条相接的所在做木。顶台的6支枝拢是安尼。遐个木甲枝拢甲条连做一个，拢是用纯金拍的，着做7个钉钻，点倒，互伊相对照光。搁着做钉剪甲钉盘，拢用纯金做，着用35公斤的纯金做钉台甲遮个所有的器具。你着照我伫山顶指示你的款式，设计做遮个物件。甲上帝相会的所在，出埃及记25章到31章是上帝伫西奈山顶吩咐摩西做圣幕的准则。这段经文出现7遍上帝对摩西的讲话，相对伫上帝用7日创造天甲地，这暗示圣幕甲创造有密切的关系。每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伫圣幕面前敬拜上帝时，就是伫经验上帝新的创造。首先，上帝提到去圣幕所需要一切贵重的材料，拢是爱以色列人出自甘心乐意的奉献。甲以色列人伫埃及做法老王去顿血城是出自受逼无共款。上帝虽然拯救以色列人，伊还期待以色列人的服侍是出自心甘情愿的行动。去圣所的目的，是互上帝会当带点以色列人民的中间。圣所的设计拢是按照上帝的指示，详细规划、整齐排列。这个圣所是通移动的，代表伫迈向应允之地，经历沙漠旷野的坎坷路障，上帝要甲伊的子民同行。以色列人毋免到西奈山才会当见到上帝。上帝要临在以色列人的营中，伫以色列人面对混乱的时，诚做因经历伊搁再创造的稳定力量。圣所内面上重要的是约柜，约柜是用金合欢木做的，是一个长110公分、宽66公分、悬66公分的木柜，内外拢用纯金包条的。约柜内面放2块写着律法的石板，顶面会挂2边有2个铁开石仔面对面徛伫的基路伯。上帝就伫这2个基路伯的中间，向以色列人讲话，传达伊的律法。根据希伯来书第9章第5节，基路伯石仔覆嵌的所在称作是赦罪座。利未记16章第1节到19节提到赦罪日的条例。每年赦罪日，大祭司爱入去至圣所为人民赎罪，互罪得到赦免，甲上帝和解。希伯来书第7章26节到28节指明，上帝就是迄
迄个完全的大祭司，也是完全的祭物。耶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流血，互相信伊的人做得到赦免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耶稣讲，伊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伫耶稣的身上，世间人就通看见上帝。耶稣已经向世间人启示真理。既然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，的确得到丰盛的生命。有限的人在找无限的上帝，有侪人期待生命再次得到洁净，这是世间人共同的愿望。感谢上帝，伫耶稣基督身上完成安尼的愿望，互上帝对世间人的救赎，跳脱以色列人献祭的系统，成做普世性的福音。台湾人世界伫找上帝，借着逐种献祭的宗教仪式，希望得到生命的洁净甲再生。安尼的愿望，只有伫耶稣基督身上，才会当得到满足，而且搁再完全。人所需要做，就是独独相信耶稣是主。默想，每遍敬拜上帝时，我的生命安怎经历上帝新的创造？每遍敬拜上帝时，我的生命安怎经历上帝新的创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借着道成做人的耶稣基督，就会当甲你相拄。耶稣搁承担我一切软弱，满足我一切需要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！我要为着安尼深深感谢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